珍惜食物係一種傳統美德，可惜隨住生活日漸富裕，廚餘亦日益增加。當中嘅有機物質喺分解時產生大量甲烷，一種比二氧化碳更具破壞力嘅溫室氣體，加劇全球氣候變化，令極端天氣嘅現象增加。妥善回收廚餘有助減緩氣候變化嘅速度。位於大嶼山小蠔灣嘅 O·PARK 1已經落成，係香港首座採用先進厭氧分解技術將廚餘轉為電能嘅設施，每日可處理200噸嚟自工商業嘅廚餘。當廚餘嚟到 O·PARK 1，會被傾瀉到儲存坑。爪斗會預先混合儲存坑內嘅廚餘，然後將廚餘移到裝料斗，準備預處理程序。過程中，廚餘會被打碎，同製程用水混合，形成懸浮液，再利用滾筒篩將混合喺廚餘中嘅雜質分出，包括惰性物質同金屬，循環再造。然後廚餘會被注入厭氧消化缸，利用微生物以及高度可靠同成熟嘅技術，將廚餘轉廢為能。厭氧消化過程會產生生物氣，經過生物氧化後，再儲存入先進嘅儲氣缸。O·PARK 1係一個能源自給自足、轉廢為能嘅先進設施。熱電聯產機組透過燃燒生物氣以產生電力，維持設施嘅運作，可以自給自足，同將剩餘嘅電力輸出電網，足以供應約3000個家庭使用。除此之外，O·PARK 1所產生嘅熱能亦會被回收，供其他需要熱能嘅設施使用。厭氧消化缸產生嘅殘渣，經過脫水後會同蓬鬆劑混合，進行堆肥同附屬。已經附屬嘅堆肥可用於園景美化同農業用途。O·PARK 1配備高效能同先進嘅除味系統以及污水處理設施，排放嘅氣體亦會受到嚴密監察，確保符合法定要求。部分經處理嘅污水會於設施內循環再用，剩餘嘅會受到嚴密監察，確保完全符合法例嘅要求，先被排出至下游嘅污水處理設施。咁犀利，大家一齊出一分力，將廚餘轉廢為能啦！